皇后，樊太医，靖王妃刚刚生了，是个小世子。皇后，靖王妃已经产子了，你再加把劲儿。朕的几个皇儿不是早夭，就是因为战乱流落民间。如果皇后生下的是位公主的话，那么你们也不必再等吴三桂破城了，就直接送朕上路吧。陛下，陛下，生了。杀了他！皇后，今天先生曾经说过，这孩子倘若是个公主，便是来传递亡国之意的妖孽。樊太医，陛下催老奴来问问，皇后生了没有啊？刘总管，快去向陛下报喜，皇后顺利诞下皇子，母子平安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天佑我大明，天佑我大明啊！哈哈哈哈！不行不行不行！靖王妃，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，为了陛下，也为了您最爱的晋王，樊篱恳请王妃以大局为重啊！陛下，好啊。从今天起，这个孩子就是大明朝的太子了。恭喜陛下！陛下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太子千岁千岁千岁！1年前，在紫禁城里的爱新觉罗福临也添了个儿子。如此的巧合，这一定是冥冥中自有天意。福临给他的儿子起名叫玄烨，烨，火光，也就是光明灿烂的意思。那么朕这个太子取名叫慈轩，轩是太阳光辉的意思。朕倒是要看看，将来这2把火，谁能够主宰这万里江山？